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。今日整個發財好事大利，即係冬菇發菜蠔豉炆豬脷。想慳啲時間同埋功夫，就去燒味鋪買2條老豬脷嚟整，一樣咁好味。我哋而家即開始啦。材料有生菜1棵，冬菇12隻，早1晚浸定；發菜大半碗，蠔豉6隻，老豬脷2條，紅蔥頭2個，薑片幾塊，蒜頭2瓣。蠔豉先用水沖下，然後用水浸15分鐘。冬菇稍為揸走水分，冬菇水留返。切走冬菇丁，醃冬菇俾1/4茶匙糖、1/5茶匙鹽、少少油同埋半茶匙嘅粟粉拌勻，放埋一邊先。生菜搣開一塊塊，洗乾淨備用。蠔豉浸咗15分鐘之後，倒咗啲水唔要，然後拎去煎一煎，煎香再炆會更好味。開住中大火落少少油，每面煎20秒左右，有少少微黃就可以啦。煎好之後夾起備用。用返同一隻鑊，放紅蔥頭同埋薑片，keep住中大火，補少少油，炒香，然後放冬菇，炒20秒左右，放1茶匙生抽，有紹興酒嘅就放1茶匙。俾1湯匙嘅蠔油，炒勻炒香，放埋啲蒜頭，蒜頭唔好太早落，因為會移燶。加入大概1碗半嘅清水，再落埋啲冬菇水，水嘅份量要蓋過冬菇，唔夠就加水，冚蓋煮滾之後攪下佢，然後落1/3茶匙嘅糖。咩糖都可以，冚蓋用細火炆煮40分鐘。差唔多炆好之後就處理發菜，用水加少少油浸10分鐘。浸咗10分鐘之後倒咗啲水，再用流動水沖洗幾次備用。呢個時候冬菇炆咗40分鐘。我哋加入蠔豉同埋豬脷，煮滾之後用細火冚蓋炆煮10分鐘。10分鐘之後撥埋一邊，我哋用啲湯汁嚟到渌生菜。生菜係用嚟拌碟，食幾多就渌幾多，我只係用咗大半。生菜好快熟，渌佢20零秒，稍為軟身就可以夾起，放上碟備用。試下個味，我俾咗少少鹽嚟到調味。而家放發菜，撩散啲發菜，等佢滾起，然後轉細火炆煮10分鐘，中途撩下啲發菜，有需要嘅就加少少水。發菜炆咗10分鐘之後，我哋俾少少粟粉水嚟到埋芡，推開個汁，滾返起，咁就做㗎喇。
將食材排靚靚，冬菇圍住碟生菜，然後放髮菜，豬脷放中間，蠔豉放喺面，最後淋個汁喺面，再執一執佢。咁呢個發財好市大利，即係冬菇發菜蠔豉炆豬脷就做好噶啦。希望大家都會鍾意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，撳鐘仔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。未知道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